可能罗拉等起弄些比没人啦，西地就真比米色，怕一的地拉单车就用大面，大陆可罗罗安尼拉水一起，西边地色怕一乌坡记录的能把也拉撒了下头，皮米拉黄皮水些，罗蒙不一地色，可能中给天车的。这些干脆新年空个党务艺术节等，新年并也可以。看米拉历经这些，成都一俺娃可从初就操作动，这些年轻同啦，那个节奏粗比操作人，别看那些那点的茶龙兄弟没心不强烈，况且地动能把跟的，怕也3年嘛多些，怕也木木啦。容个你比这些工作的这他吧，别把写这些。一定注意到安全，手套安全带一定要把它戴好，你不然上起风一吹，手一僵了过后抓不住就掉下来。黄皮拉车呢，原来看的以前大几些把手的来个了嘛一把。以前目前些立刻动热刻的松呢，来的这把人，落木泥这，赶紧可着，现在这些嘛，不计成啊，动身的参加前门的人，黄皮马上参个参加集中的。因为那会儿移动公司是99年成立的哈，其实我们从邮电局那会儿到移动公司的话。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，也要解决我们当地这种通讯落后，导致我们对外的沟通路径比较少的情况。当时也想，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努力能够为泉州的发展，为泉州的老百姓带来好处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干呢？就这股劲憋着我们往前走。土米的是新年空个热气冲一把嘛些，天空就扭人。为中可用这么些钱接着别些特钱，从年松树不易，新年并给看看黄皮给，赶紧可的天车连着并列车的，天车接着组织些把人。其实15.3万平方公里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路上呢，基本上都有它的足迹。甘孜有，原来有365个乡镇，那么有2872个行政村，但是基本上黄老师应该都走完了吧？因为有很多东西，在我们基站查勘的初期，要去查勘的话，真的要走很多没走过的路，反正那种很窄的路，很陡的山，然后铺满冰雪的路，他都走。赶紧可的热天不动，主容多么也比，容度多的嘛人。为中黄皮给，空个出兵列车的，刚把人家拉动龙巴干的得的些气，龙库多么特别的是，每家的科瓦东大拉干的多人，干的大用这么特别的是，连着把用家娘的传了科瓦人。自从成为通讯人的那一天，我们就有这个高度的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。你懂日落，赶紧牵车的，赶紧可用的，现在也单车我说猎人也可把嘛些，猎人的也农家做呢，甚至种出错嘛啦，可把东他把些给，传递个连给哈就这么人，为中黄皮给把嘛些把你都全部些去，卡瓦苏拉满这把英语是大些东，有些限制些把嘛些，黄皮给跨个错边列车的，某些人组织家。阿里家业的这位开显，最苦最累的事情，然后最危险的事情都是他先上。10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全部是在区乡跑，树立那个移动铁军出来，吃饭啊什么的都是临时去对付的，基本上一天有些时候就是1顿2顿，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。地中赶紧可添着的，当比真出东岸了做些。可用的中度中期交际的相当中大，甚至中出的单车热一把开车，压下跌了一些。这个做了单车让俺把别些出版那些，
单独中科的用单车让我把写出的是。回来，回来，俺小心。大大人村组织动飞熊里个的，皇帝大东擦枪那里没不松懈，车动给送里给农书写的。那么我们的社会责任呢，就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比如说森林草原防火，比如说疫情防控，比如说自然灾害，那么现场的灾区的最需要我们的通讯，有了通讯才能完成指挥调度，所以说我们必须冲到剪头。喂，好。你东街的路也到身边车经理面，赶紧去鸟去走，没从想鸟的中村银行公司。那他没去穷那些，没去穷啥呢？错怕没事东西也罢多，也去了，学期也没有的事。黄皮了单脚的，爹妈他单程也送这块人族学的，没去也没是从那些。我当时还在省公司开会，我们这边过去了3台通行车，但是因为道路的问题，它是在林区。有一台大型的车上不去，咱们上去一台小型车，小型车的容量不够。当时在现场的消防官兵加上我们抢险救灾的人员，大概3、5千人吧，所以说支撑不了。然后我当晚我就从成都省公司申请了一台车，小型车，然后咱们连夜就到了雅江县的慕容乡。那么在那个地方的话，把设备开起来，保障了当时的通讯。前线的战斗员和后方的指挥员。德瓦隆隆的学习，没动抓计划给入学写就业，念得着单车没大没几，对了农车集中项目中，那次检查赶快切中单车店里前面那把呢，容易的日子龙下一把些。甘孜网络的精神，就是他带予我们的，这是一个叫什么呢？就是上战场的所谓的这个亮剑精神。他比我年长。也是我的学长，但是我觉得在这22年当中，他给我树立了很好的一个标杆。你懂记得了那种黄皮跟列车过，赶紧去牵车机，当比容抓跟多多一切的动，一来一贡献，也是就没些。人民估计说，单车做动，下些人给送来个你去了地乱问这一把嘛些，推着这也入手来给些，你把全部推一把人。所以我们就结合工人一起总结了。把等你这里个不，黄皮原本离开的送来，没在弄了，我过了独在西北国家，一家只抓西巴嘛些，连你空的，学你家年龄你母西巴，切的点开些年，单车先给弄了，你得团结些路些。黄皮个才是中给天车的，四川甘蔗些你空个。当我艺术节应被强烈，恰是经检测动，把等年岁经检测穿的可给把马些，大东参内批记叫搬就检测用穿的可给半天些。因为我们是党的企业，是央企，我们的经济责任就是确保我们国有资产的政治保值，然后服务好地方经济，让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我们的贡献。乱的多个人啦，黄皮给赶紧可叫扩用一股动，中赛大计，我长关注书记来的做了明年，这家一天空动，这家书记原先来的些把动，单车让俺把动，这家一周前目前随的这位乱杂三把别些全球动力，你去也给赶紧可叫车动配的全球动，赶紧叫我长关注了让的些把些。只要我们持之以恒，努力奋斗，方向正确的情况下，我们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的事业会越来越光大，我们的每一个人也会把自己的事业发扬的非常好，也会为党和国家做出卓绝的贡献。他一拉东阿萨比，落我年年日，
黄皮强成一的容量组织一类根数，地松空个爬一动，让那个把它建议就业，立即用黄皮动茶瓦，融入个下心一来点点，没当米把的把它建议动啊些，模拟开来把先比强烈，龙木接了个谁啦？空给没得啥个就偏激天啦，忙个得了些点，你主动相对过希望你了东西，人咱们就入手忙个。我东西你了，得着动各这些些。第二，成都也俺娃科技从初期，你做过些得着些点，乐中的现场一把动，现在地区人啦，这块些比相比香港些人族些就些。整个是好多啊，整个物资是好多那个了。有毛毯450，电热毯450，爬花被450。多山落在人的中间间，应把这位天比李进基，用下他已经一门年从这样人，你懂你些落叶乱过一人的节，每种东西进了个中华也不都不没错了，才都懂感都全部些。每主也得这文笔也算得了，李进东空个出没走，和他个人工来电的说把人，看得说人工眼睛改变来自我，李进基他梦不赞呢，俺娃可懂干脆可了，人工个眼珠得这些把人。所有的这些干部群众在一线搞防控搞这个，没有口罩戴。这是太危险太险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作为商会会长、艺术团我们党支部书记来说，我这个时候觉得我该做点什么，因为我的身份告诉我是共产党员，不应该待在家里，所以我马上组织，动用了各种资源，我都是这个难度很大，这个组织了10多万只口罩。人民专辑，历经爬一李总的路呢。先派荣些家像个些变的企划人。这次呢，由于疫情原因，特别是旅游行业受到了影响，所以我们这次去不只是把温暖和关怀送起去，物资和资金送起去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送一些对接一下，就是当地的这些就业问题，我们就争取解决一些就业问题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哦呀，这个好。历经呢，热可能起来天边，模拟开了把些人，你懂记录那种，空给随着你接通了，那个一在出版列车呢，小片容易的差点启动了变些，查控的前呢，赶紧动俺娃，两山苏了开开。落日跟看了。托工的这空行为相个变化呢，说明绝对接下去就来就业。脚没得啥问题吧？没有痛吧？好的。这个是他抗震救灾的时候，一只脚失去了一只腿，正儿八经的。生产之前，我们算是我们这个团队里头的英雄了。前无多几年，年轻同了那个一在出兵东子把人呢，你懂一路，年初差点那些比狼看的，龙口了第几雄义，光把也把那些子把人。当时我就想，完了，这一辈子我热爱的这个舞台，告别舞台了，轻生的想法都有，差不多进入了那个现在所说的抑郁的状态。那时候我就算了，我说再不医了，回去该怎么就怎么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遇到了我们的四川好人李静，
我就遇到了他。当然让我最感动的，然后我记忆犹深的就是在我的这个医院病床旁边，他加油嘛，他就唱刘欢的那首《心若在，梦就在》。希望你挺直腰杆，拿出自强不息、身残志坚的精神来，拿出我们唐古拉峰的精神来。我和唐古拉峰的所有同仁永远支持你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。无亲无故的，我以前连面都没见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人，他也不知道我，就这样给我帮助那么大，可以说改变我一生命运的。你懂格罗从我多近呢？年轻同他那个一扎粗鄙的少年，没在也看出撒巴撒的早些。年为落我年些长节日，年轻同他那个一扎粗鄙，俺就是四川东、北京、甘肃、错安，云南所见那把那么年家乱动，下周差点把一家乱所属些也用。听从了刚刚一遍，那些过些给，但呢，没在一浪看啥东西不是？你懂俄罗那种，落地现在地气了，看起不预测并主燃动，主家也这些特别这个素食，李继东或个出门弄俺才通的，若我接触个人了，李进基天集中听懂的，现在地气动用的，为叫红跟的大咖喱家巴啦，热土切上去。有一次我们去甘孜慰问到蛇大的时候，海拔特别高，我2个女儿也有高原反应，就在寝室头吸氧。所以小女儿跟我说，她说爸爸能不能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跨个年？我说好，等一会儿我就上来。结果下去之后，我和我的团队们，艺术团的这些河道底下的干部群众在一起联欢，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。当我12点过1点钟回寝室，已经看到他们2个洗着氧睡着。那一瞬间我还是觉得很心酸，我咋个又把这个事情忘了？他永远都会记住顾大家舍小家，肯定是没有平衡的事。他做的事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做的事。特大山洪泥石流的时候，过圈了过不到。那个地方过不到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爬山过去的。爬山过去，当时就是像蜘蛛人一样，到那个地方也是万丈深渊。所以当时我们去了100多人，有一半的人是回去了。这个也是很惊险的一次。若我目不一致了，立即能用那首英语是写法是：汶川3个洞，玉树3个。热中跟多一切着，毛中跟人话，热在第个也3个数，公南那些熊一拿，接着扩度空个列主气，用个列度家的线列，干俺一切东个是运能把通特。我们身边也好，这个很多这些业内的朋友也好，当初还是很不理解的说那些，应该觉得是本末倒置了。你是个商人，你是个生意人，应该做好你的生意，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个人不这么认为。这大比这瓦希拉点年，落我目不一致，李经济出版列车年，热龙目不干的，原来如让东干都塞入些把人。那种的列巴那，李继东从出就空没接，让见俺的家的些年。爹妈他藏着辛苦长把人。老大姐好，还记得到我不？阿姐罗乱呢，没用阿妈形象比，后面干的目不见的，得出所胸线，从阿哈就干都去。我说提笔司机就入手部，阿姐罗乱的，从阿你这些接娃的错。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真正是伟大的母亲，把2个娃娃带到起，不冷薄的弄到起。又不等不靠，
人家自强不息的在做，所以我在心目中还有他不叫困难户，他不叫这个我们帮扶对象，甚至他从某种角度上是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认为他身上看到了自强不息。月梦罗雀香呢，预计中了捉弄点比没心比，历经了容灭吧，给阿妈真的就把这。母亲影响我很大，因为我母亲是一直以来就是在我们心目中，自我们记事以来，她就是一个喜欢做好事的人。任何时候，这个看到哪里路上有石头，她把它剪开，她害怕人家绊到。然后我们记事以来，就是在我们村子里头，不管是过年也好，大年初一、大年30也好，把家头打扫了不说，她还要把村子都要打人。所以言传身教的影响。好，那就下来之后再来看你啊，你就把娃娃先带好啊。有家族没多哪把些比年轻的年，年前没得比电你来成功，俺就不把钱比错了东得比没些还就没不一样。国际当地的立即了3个这边，过做了突然动，下些民族这边热话中业。今天是吉祥的日子，我们欢聚在一堂。那些娃娃需要就业的啊，需要这些的啊，你们到时候那个到啥子嘛，联系到，因为今年子疫情原因，旅游受影响了，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就，因为我们这儿11个乡镇都要去走一下，嘎，活动是一种形式，送温暖、送关怀、送一些物资，是春节前。相当于给父老乡亲拜年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。今年子呢，因为是疫情原因，就不敢大规模的来慰问，所以就是小规模的。我们来不只是给你们走个形式来送点东西，更重要的是，就是下一步这些困难群众哪里有帮得到了，有做得到了，我们一定会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点这些事情。我们生在大山，长在大山，回报桑梓，回报家乡。我想这个是不只是我们少数民族，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该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就是无私奉献。共产党员就该这样子，这个不计得失。历经的门俺的目不些，这些入学下降的学比热话中一了，黄皮给牵扯落在了店里，赶紧可叫中山大吉了，让的特别热话中一，怕一了将比这话动制度的，各许全部应比，托工哥们中人的把黑给碰得一了将的，怕因组织动，怕一了这户地位香港的学比。中山大吉叫多许做起来这些，忙把国情门他的公鸡托工的月亮被这些的，第二就陪着车呢，容纳我多，没人让我给查度个那个300的这些人。